艺人周世平昨暝伫新北市三重埔的徛家过身，享受66岁。讲昨暝甲伊带做伙的客囝，一转去到厝，就发现周世平倒伫个涂骹已经明显死亡，只好忍痛放弃急救。伊的好朋友吴宗宪听到消息，今仔日开直播，爱伊一路好行。啊，互周世平看作是亲人的好朋友梁清玉真伤心，普文哀悼。 你不喜欢看到我，我更讨厌看到你，臭八怪！这话一个讲出来，观众拢知影讲周世平来啊，伊讲话真来真笑口印象，变成伊上节目的招牌。艺人沈玉琳传鼻啊，大战周世平的招牌鼻啊声，伫这种活泼的表现，后摆看袂到啊。 昨暝周世平伫这栋大楼不幸过身，经过了解，地点伫新北的三重埔。平时甲伊做伙大个客囝，落转去时，想要拍招呼，想要到伊倒伫涂骹已经无开啊！救人员甲急救嘛无效，享受66岁，因为甲伊朋友拢真艰苦。天堂就没有病痛了，慢慢走，查他科一路好走，热情的姑娘，永远的偶像。 周世平在生时时常伫社群甲民众互动，伊最后一篇文章讲一切交好天公伯安排。讲食到这个岁啊，已经无啥物好想啊。而且伊以感恩我为题，讲伫业界做了真好有艺德，对得起伊的父母无限失去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回来，再回来，一段情更的心花店。 伊甲艺人梁千玉感情真好，今仔捌将伊当作是唯一的亲人。梁千玉一个听到不幸消息嘛，悲痛发文，讲两人熟悉上无有45天，认讲伊真善良、真友好，真情嘛想要见面，因我即马拢袂赴啊，会将伊永远藏伫心肝内。另外一位应该就是在演艺圈突然又重振雄风。年要到啊，周世平这关渡无过，留予亲情朋友无限的遗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